在消费馆昨暗规模来咱卖地当来造成人员伤亡，触倒路灯桥毁。当时台中市长罗秀燕甲共党的市议员候选人举行联合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立委江启臣嘛去徛台。地动发生后，江启臣伫台顶讲，罗秀燕是全世界上强的候选人，为了撼动地球。这款的言论引起民众的不满，认为讲无同理心。民进党市长候选人蔡其昌嘛讲，这个罗秀燕甲江启臣爱为这款冷血的言论回失的。地表的反应就可以看到卢市长跟陈正贤是今麦地表上强的候选人对吗？台中市长罗秀燕昨下晡参加共党市议员候选人的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拄到规模6点8地动，当时徛台立委江启臣讲这的话。在摇动的可见他们两个的威力是撼动地球的啦。江启臣这的话引起未少民众不满，企业面册老话讲，这撼动地球的威力，互我伫地上的老母亲拄到危机，真正替你感觉可体。阁有人老话讲，原来是罗秀燕做的，敢要出来回失咧？事件的会烧起台中市长的选战，民进党市长候选人蔡其昌认为，为着选举讲罗秀燕撼动地球这种冷血的话，爱伊回失咧。是一个非常失言的这个谈话，对这些这一次受灾的这些国人呢，其实是有伤害的。江启臣徛台事件，烦恼会影响台中市的选情。江启臣嘛发声明回失咧，讲现阶段应该以救灾为重，无需要过济政治攻防。当时嘛无了解地动的规模和灾情，为着卖互民众则惊讲用较轻松的语气来表达。嘛强调18号地动发生了后，国民党刷落来选举行程拢会取消，希望会当为伊的事件风波来机会。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